屌你老母啊！屌你老母啊！葵涌麗藻路喺7月24日凌晨發生一宗離奇糾紛，一名的士男乘客同司機因為車資找屬問題爆發爭執，期間更演變成同警車隔空對罵，粗口橫飛。其中一段影片可見，61歲姓黃男乘客怒氣沖沖，雙手放喺身後，不斷以胸膛頂撞。38歲姓歐陽的士司機仲大聲咆哮：你報警啦，我冇喐手。司機多次側身避開，但亦有反擊撞上嘅畫面。之後警車到場處理，當警車駛離時，乘客尾隨爆粗辱罵，警車掉頭駛往落山方向，一度停下，並開咪廣播回敬粗口，雙方隔空對罵，場面混亂。警方表示事件涉及車資糾紛，黃男由深水埗大南街上車，落車時用500蚊付款，而不滿司機找屬時間過長，雙方爭執。警方確認事件中冇人受傷，乘客已付清車費，案件列作糾紛處理。不過涉事警員已被即時調離現有崗位，並啟動紀律調查程序，嚴肅跟進。